喺2026年8月中，即係喺幾日前，突然間有4個人話自己接觸過美國軍方情報系統最敏感嗰批 UBA 資料，但只要保密限制一日仲喺度呢，佢哋就算知道咗一啲嘢都唔可以全部公開嘅。最先嘅就係 David Grush，佢曾經喺美國國會嘅 UAP 聽證會公開作證啊，話美國政府掌握咗回收 UFO 嘅秘密計劃。佢仲話自己曾經親眼睇過高度機密嘅相片同埋影片，畫面影到墜毀之後被回收嘅 UFO， 仲影到 UFO 入面嘅非人類成員。而呢一啲事呢，佢並唔係而家先至講嘅。佢話自己早已經喺閉門機密會議入面呢，將所有知道嘅 UFO 回收計劃同埋相關嘅證據交咗俾情報界嘅監察長同埋國會㗎啦，而佢向特朗普提出嘅要求就係俾佢正式授權，再公開講多啲。而同一個時間咧，美國空軍退伍軍人 Dylan Boland， 佢話自己掌握嘅資料已經交咗俾國家情報總監嘅辦公室 AARO 情報界監察長，甚至國會嘅工作人員。收到資料嘅部門咧就越嚟越多，但公開睇到嘅仍然都係零啊。跟住就係曾經做過國家安全分析工作嘅 Matthew 啦，佢同樣要求解除保密同不披露義務，但喺要求嘅最後仲加多咗一句，就係保護佢屋企人啦。一個人只係想公開自己知道嘅嘢，點解第一時間會諗到要總統保護屋企人呢？而佢最後仲講咗一句：我哋並不孤單。第四個人呢，就係物理學家 Eric 啦，佢長期參與美國國防同埋 UAP 相關嘅研究，亦要求特朗普提供豁免。佢話自己曾經睇過涉及回收 UFO 同非人類遺體嘅相片同 movie 啊，四個人嘅背景係完全都唔相同嘅，接觸過嘅資料亦都完全唔一樣，但佢哋而家要求嘅竟然係同一樣嘢，就係佢哋想講多啲。去到2026年，阻住一個人開口嘅，未必仲係一個突然間揾上門嘅陌生男人，可以係保密協議，可以係機密嘅級別，亦可以係講咗一句説話要面對嘅法律責任。但70年之前呢，情況就完全唔同啦。嗰陣時冇人公開要求總統解除保密，亦都冇人企出嚟話要求政府解密。一個男人聲稱自己見到一啲唔應該見到嘅嘢，已經有一個完全唔識嘅人去揾佢。對方唔單止知道自己見過啲乜嘢，仲警告佢如果想同屋企人都係冇事嘅呢，就最好唔好講咁多嘢啦。而現代人所講嘅 MIB 傳說，最早嗰個影子就係由呢一度開始㗎啦。Harold 揸住隻船，我呢度就翻譯佢做達爾啦，沿住毛里島東面嘅海灣行駛緊。當其時係1947年嘅6月，美國華盛頓州一個下晝嚟，艇上面除咗佢之外咧，仲有2個船員嘅，佢15歲嘅仔啦，同埋一隻狗。當時海面咧就比較大浪啊，天有好多低嘅雲。佢本身只係望住前面咁樣去揸船，但佢抬頭望上天嗰陣時候，見到6件好大嘅嘢，差唔多就停喺架船嘅上面。呢6件嘢全部都係圓形嘅，中間有一個大窿，外表望落去呢，就好似6個大嘅金屬圓環咁樣，其中5個啊，慢慢咁樣圍住中間嗰一個喺度打圈，而中間嗰一件就一路向住海面降落啦。佢睇住件物體越降越低，第一個反應就係嗰件嘢係咪就嚟跌落海啊？大家好，歡迎翻嚟 Chris File， 我係 Chris。按照佢當時喺度估計，呢批嘢最初離水面大約係600米嘅啫，中間嗰件一路降到大約150米先至停低。每件嘅物體至少有30米闊，表面好似金屬咁樣，顏色就介乎於金色同銀色之間，外圍仲有一排圓形嘅窗口。船上面嘅人全部就停晒手，一齊望住上面。中間嗰件停喺架船附近嘅上空，其餘嗰5個一直就圍住佢咁樣轉。幾分鐘之後呢，其中一件慢慢降落到旁邊啦，好似想幫緊中間嗰一件。大約喺3-4分鐘之後呢，現場傳出一下低沉嘅撞擊聲，嗰下聲就好似地底傳出嚟嘅咁樣，又好似有人用腳踭大力踩落去濕地咁嘅聲。聲一停啫，中間嗰件物體嘅中央位置突然排出好多白色嘅薄
片，多到佢第一眼望落去呢，以為有成千上萬張嘅報紙喺上面飄緊落嚟咁樣。但嗰啲薄片落近之後呢，佢先至發現嗰啲唔係紙嚟嘅，全部都係非常之輕白色嘅金屬片嚟。好多嘅薄片飄咗落海，跟住另一批黑色嘅碎片由上面跌咗落嚟。今次唔再係慢慢咁樣飄，一大堆外形好似熔岩嘅黑色好硬嘅物體直接打落咗海入面、沙灘同埋架船嘅附近。佢話嗰啲碎片全部都好熱嘅，一跌落水，海面即刻有蒸汽咁樣冒出嚟，然後佢哋即刻走翻上岸啦，匿埋喺嗰啲峭壁嘅下面，再用沙灘上面嘅木頭擋住自己，但仍然有一件嘅碎片擊中咗佢個仔隻手臂。而佢哋帶上船嗰隻狗呢，就俾個碎片打中咗，仲當場死埋添。等到上面再冇碎片跌落嚟啦，6件嘅環形物體開始慢慢咁樣升翻高。頭先似乎出現故障嗰一件已經可以重新再喐翻。佢翻到隊形嘅中間，同其餘嗰5件嘅物體一齊向西面咁樣飛走咗，最後仲消失埋添。佢等咗一陣，先至行翻去執翻起幾件已經凍咗嘅黑色碎片，帶走咗一啲白色嘅金屬碎片。佢都有嘗試用船上邊嗰部無線電嚟聯絡岸上邊嘅人，但現場干擾得非常之嚴重，點試都聯絡唔到。架船上面嘅駕駛艙亦都俾碎片打中咗，留低損毀嘅痕跡。佢哋最後開住架船翻去塔科馬。佢話個仔去咗醫院接受急救，而死咗嗰隻狗呢，就喺回程嘅途中撞咗落海。佢將成件事講俾自己嘅上司知，一開始佢上司根本就唔信佢，但佢手頭上有一批由現場帶翻嚟嘅碎片，仲聲稱自己影低咗天上面嗰6件物體。佢上司決定第二朝親自去毛里島睇下啦。電話大約喺朝頭早嘅7點鐘打到佢屋企，電話打嚟嘅係一個佢完全唔識嘅男人，對方冇講到自己係邊一個，只係約佢一齊出去食個早餐嘅啫。佢當其時又冇覺得有啲咩問題，因為佢哋平時做漂流木嘅回收，成日都會有木材嘅買家一早就會揾上門噶啦，約佢哋出去傾下生意咁樣。所以佢換好晒衫之後呢，就同嗰個男人一齊行到去街邊，佢先至睇清楚對方嗰個樣。嗰個男人中等身材，大約40歲左右咧，身上面着住咗一套黑色嘅西裝，外表睇落都冇咩異樣嘅。佢甚至覺得對方個樣比較似 sell 保險，點睇都唔似一個做伐木工或者喺海上面工作嘅人。街邊停住咗一架黑色嘅房車，係當年最新款嗰隻嚟。條友叫佢揸自己部車，跟住後面一齊去市中心啦。佢沿途都冇特別留意對方嘅車牌，佢仲以為呢個男人只係想揾個地方坐低傾下買木或者買工具嘅嘢。但架車一路駛嚟碼頭區，平時做木材同埋做回收生意嘅人呢，多數都會去下城碼頭附近嗰啲餐廳嘅。而呢一個男人就將佢帶到塔科馬市中心，最後停喺一間細細間嘅咖啡店出面。兩個人入到去揾咗個卡位坐低之後呢，再各自叫咗份早餐，嘢都未食完啊，條友已經開始講嘢先啦。佢講嘅唔係木材生意，佢由嗰6個物體出現，一路講到白色嘅薄片同埋黑色嘅碎片跌落嚟，船上面有幾多個人走咗去邊一度避，佢都講得出。達爾聽佢咁樣講，成個人都呆鬼咗。前一日發生嗰件事，除咗船上面嗰幾個人同埋翻到岸之後見過嘅上司，根本冇可能有人知道得咁鬼詳細嘅。但坐喺對面嘅呢一個男人講起成件事嗰陣時候就好似自己當時
都喺嗰架船上面嘅一樣。等佢講完之後呢，條友同佢講啦：喂，我頭先講得出呢啲嘢，就係想證明啊，我知道嘅嘢比你想象中仲要更加多啊。跟住佢話，達爾同埋船上面嗰幾個人見到嘅事，本身就係一件唔應該發生嘅事嚟。如果佢仲緊張自己屋企人嘅話，唔想自己同埋屋企人有咩三長褲短，就唔好再同任何人提起嗰6件嘢啦。講完呢一番話之後呢，兩個人就食埋嗰個早餐啦。達爾冇講過對方有出示過證件，亦都冇講過對方係軍方或者係政府人員嚟。佢甚至連嗰個男人叫咩名啊都唔知道。當其時亦都未有人用 Man in Black 呢一個名。不過呢一個警告，佢根本上都冇放喺心上面。佢覺得條友可能只係一個講嘢古古怪怪嘅人嚟。食完早餐之後，佢照舊翻去碼頭，將前一日見到嘅事講俾其他船員聽。去到碼頭，佢想揾翻個上司，但其他人話俾佢知，上司已經一早離開咗架船出咗去啦。佢去個地方就係莫里島。上司本身完全都唔相信達爾嘅故事，佢甚至會懷疑達爾同船上面嗰幾個人可能都係飲大咗，撞爛咗架船之後先作出嚟嘅故仔。但架船受傷嘅位置令佢覺得有啲唔對路。一般撞到礁石咧，最容易爛嘅應該係船底先啱嘅。達爾揸翻嚟嗰架船受損嘅地方就集中喺駕駛船艙同上層嘅位置，好似有一批重嘢由上面打落嚟咁樣，所以佢決定自己去現場睇多一次。架船去到莫里島之後，佢上岸行到事發嘅位置，佢話沙灘上面真係散落住好多黑色嘅碎片，當中亦都見到一啲白色金屬。佢企喺沙灘嗰度，拎起其中幾件嘅碎片檢查，跟住一件同前一日描述得非常之接近嘅環形物體，由好遠處嘅雲層飛咗出嚟，冇聲咁樣圍住海邊轉咗一個圈。佢覺得件物體飛過嚟唔係咁啱得咁巧，嗰個感覺似係特登飛翻嚟嘅，揾緊尋日跌落沙灘嗰批碎片。佢仲特別強調啊，自己有商業機師嘅執照，亦曾經喺戰爭期間執行過超過100次飛行任務。佢話好清楚自己知道天上面嗰件唔係普通嘅飛機，件嘢喺海灣上空兜咗一個圈之後，再次飛翻入去雲層入面。佢執咗一批黑色嘅碎片同埋白色嘅金屬翻上船，帶翻塔科馬。佢翻到碼頭之後呢，冇再話達爾飲大咗，亦都開始安排修理翻架船。呢個時候，兩個人手上除咗有一批碎片，仲有2段互相呼應嘅目擊經歷。而達爾啱啱先至受到警告，佢同上司仍然將莫里島嘅消息同碎片寄咗出去。其中一份呢，就寄到去芝加哥一名雜誌出版社嘅人阿 Ray 嘅手上。佢睇完咗之後呢，冇揾人即刻去寫稿，反而係直接揾咗 Kenneth 呢一個人。Kenneth 呢個人3日之前先喺華盛頓州上空見到9個高速飛行物，成單嘢搞到全美都開始講飛碟。佢叫 Kenneth 親自飛去塔科馬睇下嗰2個人手頭上嘅碎片究竟係咩料嚟。佢開出咗200蚊美金當作係飛行調查同埋所有嘅開支。第二朝嗰啲錢真係送到上去。於是7月尾嘅一個朝頭早，佢由博爾西起飛啦。Kenneth 幾年後寫翻呢一段嘅經歷嗰陣時話，當其時只有佢太太先至知道佢係幾多點鐘出發嘅，而且佢本身都冇決定當晚一定係要飛去塔科馬。黃昏嘅時候，架小型飛機降落喺機場啦。佢冇向機場任何一個人去表露身份，亦都冇講自己點解會嚟到塔科馬。佢只係想揾間酒店安安靜靜咁住一晚。當其時塔科馬嘅酒店都非常之緊張，佢逐間酒店打電話去問啦，全部都冇房。最後佢打咗去市內最大亦都最出名嘅溫斯羅普酒店。佢本身已經預咗會再聽一次我哋客滿啦
呢啲咁嘅説話。但係接電話嘅職員一聽到佢個名就答佢：係啊 Kenneth， 我哋有一間連浴室嘅房留咗俾你啊。佢以為職員搞錯咗啦，特登再問多一次。對方翻查記錄之後，仍然話間房係真係留俾佢嘅，但佢從來都冇訂過房㗎。阿 Ray 亦都冇同佢講過已經幫佢安排咗酒店塔科馬，甚至冇人應該會知道佢嗰晚會飛嚟呢一度。佢當時只係當撞啱有另外一個同名同姓嘅人訂咗房，於是佢去到酒店攞鎖匙就上咗5樓，房號係502。入到房之後呢， Kenneth 就第一時間就打電話俾達爾。達爾聽到佢專登由博爾西飛過嚟，第一句唔係話多謝佢，反而係叫佢快啲翻屋企啦，喂，唔好再查落去啦。Kenneth 就話無論成件事係真定係假都好咧，自己都已經飛到嚟啦，至少都要聽完成個故事啦，係嘛？大約半個鐘頭之後，達爾就去到502號房見面冇耐啫，佢又再勸 Kenneth 快啲離開，但係 Kenneth 冇走喎。嗰一晚，達爾終於帶佢去見嗰批黑色嘅碎片。Kenneth 一攞上手睇，唔係一件高科技嘅金屬嚟，只係一塊深色、好多窿、表面好粗糙嘅石，外觀睇落去就根本上係熔岩嚟嘅。屋入面嘅人甚至曾經將其中一塊當係煙灰缸咁樣用。達爾就話呢啲只係其中嘅一種，由天空飄落嚟嗰批白色金屬先係重點，而且莫里島上面仲有接近20噸嘅碎片。問題係佢眼前冇20噸啊嘛，白色嘅金屬亦都唔喺達爾嘅手上。達爾話嗰批嘢由佢上司保管咗。第二日佢上司去到酒店帶嚟一啲嘅白色薄片。 Kenneth 再揾咗一個自己信得過嘅人嚟到現場，佢叫 E.J. Smith， 咁呢度就叫佢做 E.J. 啦嚇，係聯合國航空嘅機長嚟。兩個有經驗嘅機師將啲薄片反覆咁樣檢查，以佢哋當其時嘅判斷，呢啲所謂嘅神秘金屬望落只係似普通嘅鋁片，甚至可能係飛機嘅殘骸嚟。至於最直接嘅證據，達爾話自己有影到嗰啲相，就係一直都攞唔到出嚟，一時就話喺相機入面，一時又話放咗喺山上一間好遠嘅細屋嗰度，始終都攞唔到出嚟。佢同阿 E.J. 想親自去莫里島睇嗰20噸嘅碎片，亦一直唔成事喎。查到嚟呢一度 Kenneth 開始覺得有啲唔對路，眼前係有碎片嘅，但偏偏就係最普通嗰批咯。聲稱影到相嘅照片就次次都話放咗喺第二度。至於島上嗰20噸嘅碎片，亦都始終冇人帶佢哋去睇過。兩個人留喺502號房，開始懷疑自己係唔係專登俾人引到嚟塔科馬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房入面嘅電話就開始響起啦。打嚟嘅係聯合通訊社嘅記者。記者問 Kenneth 佢係咪同阿 E.J. 秘密調查緊莫里島呢一單嘢。Kenneth 即刻醒水啦，因為佢由落機開始一直都冇公開行程。跟住個記者仲問過去嘅一段時間，有個匿名嘅男人成日都打電話去報館，對方唔止知道佢係住喺溫斯羅普酒店，仲可以逐段講出喺502號房入面嘅對話，邊個幾多點入過房，邊個坐低講過啲乜嘢，甚至達爾同佢上司唔喺嗰間房嘅時候 Kenneth 同 E.J. 私底下傾過嘅內容，嗰個匿名嘅人都可以講得出嚟。個記者將其中嗰幾段說話重複講咗一次。Kenneth 同 E.J. 聽完之後望住對方，因為個記者複述嗰啲嘅內容咧，全部都係啱嘅，唔係老作出嚟嘅。兩個人放低咗電話之後，揾下床底、電話同埋個牆身，但揾唔到任何嘅收音裝置。由嗰陣時開始咧，佢哋只敢壓低個聲線。佢哋認定房間可能俾人哋偷聽，但始終都係冇證據。眼前嗰批嘅碎片又證明唔到有飛行物，消失嘅相片又令到兩個人嘅故事就越嚟越可疑啦。單靠佢哋兩個已經調查唔到落去㗎啦。佢哋攞起個電話打俾軍方嘅情報部門，接電話嘅人聽完，淨係叫佢哋留喺嗰間房入面，軍方會派人過嚟㗎啦。
大約喺1個鐘頭之後呢，飯店樓下打電話上嚟就話軍方嘅人到咗啦，嚟嘅係第4航空隊2名嘅情報人員嚟嘅。佢哋入到房之後呢，好快就注意到台上面嗰堆黑色嘅碎片，跟住2名軍官決定連夜咁樣翻去罕密爾頓機場。軍車準備離開嘅時候呢，達爾嘅上司亦都趕翻嚟酒店啦。佢帶住一大箱嘅黑色碎片翻咗嚟，仲成箱搬咗入去軍車裏面。之後嗰架軍車就離開咗飯店啦。至於嗰一箱嘅碎片，最後有冇跟隨嗰2名嘅軍官登上去 B-25呢？ Kenneth 話冇親眼見到。點知就喺幾個鐘頭之後，嗰架飛機失事。到第2朝嘅朝頭早，502號房接到達爾嘅上司嘅電話，佢話電台啱啱報道咗一架 B-25墜毀咗，嗰2名嘅軍官亦都同時殉職咗。Kenneth 聽完咗之後呢，第一時間就打電話俾阿 Wade 啦。佢話唔想再調查落去啦，甚至連200蚊美金嘅調查費都想退翻俾阿 Wade。到咗喺下晝啊，塔科馬報社接到一個嘅匿名電話，對方聲稱出事嗰架 B-25，佢係知道再有莫里島嘅黑色碎片，仲話飛機根本上就唔係意外失事啊，而係遭到20毫米機炮嘅擊落。佢所講嘅之後同軍方公布嘅調查結果完全係兩回事嚟。軍方認為係飛機左側嘅引擎排氣嘅零件出咗問題，而導致到引起火警，火勢蔓延至機翼，最後導致機翼折斷咗。現場都冇發現到乜嘢嘅炮火攻擊或者人為破壞嘅跡象。到咗下晝大約5點半呢，又接到一個嘅匿名電話。呢一次對方直接講出嗰2個死者嘅姓名，但當其時軍方都未正式公布死者究竟係邊一個嚟。B-25墜咗機之後呢，軍方同 FBI 繼續追查莫里島嘅事件啦。調查方向重新落翻喺達爾同埋佢上司嘅身上。首先喺架船啦，調查人員再睇過船身冇故事入面講到咁嚴重嘅損毀，跟住就係照片啦。達爾一直話影到天上嗰6件嘅物體，但調查去到最後呢，一張相都攞唔到出嚟，反而黑色嘅碎片就有好多啦。軍方化驗之後認為只係金屬工廠煉熔嗰陣時候留低嘅廢料嚟。FBI 亦都查到2個人曾經接觸過出版物，希望將故事賣出去。冇想碎片又好似廢料咁樣，仲牽涉到出版嘅交易。軍方開始認為成件事根本就係一個騙局嚟。FBI 直接問達爾成件事係咪由佢作出嚟嘅，達爾當然就係否認咗啦。之後 FBI 華盛頓嘅總部收到消息，就係話達爾已經承認咗佢自己造假。西雅圖辦公室嘅調查員之後發電報更正，話達爾根本就冇講過呢一個嘅承認，佢只係話如果有人再追問，自己會對外話成件事係騙局嚟，唔想再惹麻煩。軍方最後冇再調查落去啦。幾年之後，前 Project Blue Book 負責人更加直接將莫里島嘅事件形容為 UFO 歷史上最污糟嘅騙案之一。但 FBI 嗰封同期嘅電報一直仲留喺檔案入面，達爾到底係講真話定係由頭到尾都唔肯承認自己喺度作古仔呢？份文件入面冇寫到任何一個答案。6年之後呢，另外一個嘅飛碟研究嘅人突然間收聲，佢叫做 Albert K. Bender。Albert 係1950年代初成立咗一個私人飛碟研究嘅組織，個名叫做國際飛碟局，仲出咗一本叫做 Space Review 嘅刊物。佢一直收集世界各地嘅飛碟報告，去到1953年，佢突然間話自己已經知道咗飛碟嘅來源，但答案係唔可以公開嘅，因為佢話有人警告佢唔可以再將個答案公開。之後 Space Review 停刊咗，組織亦都解散埋。3年之後，一個專門寫飛碟題材嘅美國作家 Gray Barker 將 Albert 嘅經歷寫成為一本書，個名叫做他們知道太多飛碟的事。書入面出現咗3個深色衣服嘅神秘訪客，佢哋知道 Albert 研究緊啲乜嘢，亦要求佢停止追查。呢個模式同莫里島嘅非常相似，有人見到啲唔應該見到嘅嘢，跟住就有人揾到上門啦，叫佢收聲。Man in Black 呢一個嘅形象，亦由呢一本書開始真正咁樣傳開去。Albert 沉默咗9年，
去到1962年嘅時候，佢自己出書，再講翻晒成件事。呢一個嘅版本入面，三個訪客已經唔再似係普通人。Albert 話有一晚佢喺屋企嗰陣時候咧，首先係聞到一陣好重嘅硫磺味。佢打開門之後，見到三個着住黑色衫、戴住帽嘅男人企喺門出邊。三個人之後入咗房，佢話對方根本冇開過口，但佢竟然可以直接喺腦入面聽到佢哋講嘅嘢。而喺1962年出版嘅版本入面咧，佢仲形容嗰三個黑色身影身上帶住藍光，望落好似成個人冇踩落地下，輕輕咁樣飄起咁樣。佢哋仲話自己其實唔係人嚟嘅，而家呢一個人樣只係扮出嚟嘅啫。由莫里島嗰個普通嘅黑衣男人，去到 Albert 筆下嘅黑衣人，第一次變成一種可能根本唔係人類嘅存在。再過多20幾年之後咧，美國緬因州一個嘅醫生叫做 Herbert Hurkens， 亦都遇到一個嘅黑衣男人。當其時佢正係喺度調查緊一宗 UFO 嘅個案，佢係用催眠幫當時嘅人去整理翻個記憶出嚟。有一晚，一個陌生嘅男人突然間打電話俾佢，佢話好想上門同佢傾一陣偈。冇幾耐咧，嗰個男人已經坐咗喺佢屋企啦。傾咗一陣之後，對方突然之間叫醫生攞出喺衫袋入面嘅一個銀仔放喺手掌入面。醫生望住自己隻手嘅銀仔，咦，仲喺度喎。坐喺對面嘅男人叫佢，喂，你望實啲啊！幾秒鐘之後，個銀仔就開始變得好模糊啦，再慢慢仲消失埋添。呢件事就發生喺1976年嘅，喺一個夜晚，屋企突然之間響起咗個電話，打電話嚟嘅自稱係一個 UFO 研究組織嘅副主席，佢話想上門同佢傾偈，醫生就答應咗啦。但電話先至啱啱收咗線啫，佢屋企嘅門口已經有人行咗上樓梯啦。嗰個男人由頭到腳都係着住黑色嘅衫嘅，除低帽之後咧，醫生先至發現佢一條頭髮都冇啊，亦都冇眼眉、冇眼睫毛啦，皮膚咧就白到好冇血色咁樣嘅，嘴唇就紅到好唔自然嘅。傾咗一陣之後，嗰個男人突然之間話：醫生個衫袋入面有兩個銀仔。醫生伸咗隻手摸一摸，咦，真係有兩個銀仔喺度喎。對方叫佢拎出一個銀仔出嚟放喺掌心，跟住就出現咗頭先嗰一幕啦。醫生話嗰個銀仔就喺自己嘅眼前慢慢咁樣消失啦。之後嗰個男人突然之間提起一宗好出名嘅 UFO 個案，就係1961年一對美國嘅夫婦 Betty 同 Buddy Hill 聲稱喺夜晚揸車嘅途中遇到 UFO， 甚至相信自己曾經係俾 UFO 帶咗上飛碟嘅。跟住嗰個男人突然之間就問醫生啦：你知唔知道佢哋係點樣死嘅？佢仲暗示咗嗰對夫婦因為知得太多事先至出事嘅啫。醫生聽完咗之後咧，佢就已經知道對方想講咩噶啦。臨走之前，個男人把聲開始變得越嚟越慢啊！佢企起身嗰陣時候咧，身體仲有少少搖晃嘅添。跟住仲講：我嘅能量好快就用完嘅。個男人行咗出門口之後咧，屋企嘅外面咧出現咗一道藍色嘅白光喎。但醫生望出去嗰陣時候，見唔到出邊有車，亦都聽唔到撻車嘅聲。個男人就好似行咗出門口之後，突然間消失咗咁樣。之後醫生就停止咗參與呢一宗嘅催眠嘅 UFO 個案咧，相關嘅催眠錄音亦都冇再保留落嚟啦。至於嗰個男人聲稱自己係代表嘅 UFO 組織咧，其他嘅 UFO 研究人員咧都揾唔到呢一個嘅組織嘅。幾十年之後，醫生嘅一個侄仔更加話成件事根本上係佢叔父老作出嚟嘅啫。但係醫生一直堅持嗰晚真係有人入過佢屋企，有一個人係冇頭髮、冇眼眉、嘴唇咧就好似畫上去嘅咁樣，仲話自己嘅能量就快用完嘅添。但去到呢一度有一個問題，如果 MIB 呢個傳說係冇消失到嘅呢？如果佢哋只係唔再着黑色嘅西裝，唔再戴帽，甚至唔再親自上門敲你道門呢？當監控電話網絡同埋數碼嘅身份已經可以知道一個人去過邊一度啊，見過啲乜嘢啊，同邊一個聯絡過啊？今日如果真係仲有一種力量想令人停止追查一件事，佢仲需唔需要派一個黑衣人上門呢？可能真正消失嘅從來都唔係 MIB， 只係我哋熟悉嗰個樣。今集 Chris Philo 就講到呢一度啦，我係 Chris，下集再見。